诗篇，幸福全圆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会老唔讲的，也下我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 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应许之恋，字句间的信任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圆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竺的花而已。阿姐，娘妈妈通人来讲啦，许多人个平淡的，都是叔叔啊而转。 风扇哦，晒到你乌卡卡的，实在喊唔得哦。我从小到大哦，我做无啥喊去做工嘛较出色。我想讲哦，去做老师的哦，较无安苦。我想讲讲，本人咩都安尼啦。去钓太悬哦，唔直直上马街啦啊！骗人的啦，做唔好事哦啊！好嘅啦，好嘅啦，你也装在吼。 阿将等等，做下铺出去，都佢讲嘅有诶无诶。好啦，阿姐，阿姐，来见下公婆啦。盘木嘅主公主婆，也下阿将忠心苏训腾，也下转移部队。 等等，做出钱的，拜托主公主婆，本期出到好钱的，莫分发到条件。主公主婆啊，阿将吼也好去做兵的，你说保佑去哦，迄出到个新做的就好的啦，啊，台北的没做的啦。 你个阿妹向我写了封信的本意，通讲爱岛不比台湾天时较人，佢很爱注意自家的身体，做安做家条的丈夫，还有曹丕又读到小先生，佢妈又问到你，我又老佢讲，你阿下搬到马祖做兵呢？ 我听阿翠讲了安叫为了要细妹的心情唔好哈。因为感情啊，心情唔好，迄项无相干。霸图吼，迄伊生日嘅事情，做唔得就按样停下来啊。 我要伫，我后日做唔得咧。不过
背起徛起来，我就发唔出嗰種感覺。聽講我呢度一個陣發圖嘅啊，做唔濟發表可能好，你有兩本哦，先好呢。雖然講啊，書房嗰邊啊，填土唔得，我記得啦，新館度嗰邊是做唔得填下來嘅。我呢左邊呢，一個補充。我真的做個老友記並唔記得嘅。李武雄，那个潘排长在那边待多久了？超过1个小时了吧？哎，真奇怪耶，看一封信看那么久，大概他气到血来了。哎，这些狱官，那送来这里是找麻烦的嘛？那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满脑子都不知道想什么东西，随便碰到一点感情的问题，就要死要活的。也是啊，去年全岛演习也是不就找个狱官吗？李武雄，哦，什么事呢？哎，你是越来越皮了。我叫你也不喊用，你跟我说话不用报告的。累累是你叫的。反正现在也没有人，有人的话我会给累累面子的啦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些。从现在开始，啊，你负责注意好这个潘排长的行为。如果他有什么行为不正常的，你马上制止，然后跟我报告，听到没有？累累，我已经下哨了。你下哨了，继续跟啊，反正这个人就是由你负责。这种事也要我这老鸟来做。你还啰嗦？如果他发生什么事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让你兵当不完，听到了没有？哦，连呢？你没大没小。是他很衰哦。这位战士，你有事情找我吗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可是你一直跟着我。没有啊。是不是连上有事情找我？啊，跟你说明白一点啦，是连长要我来跟你啦，免得你去跳海啊。我去跳海？我怎么会去跳海？哦，你们这些大专生的脑袋啊，你都想马给呢？哎，你也讲人哦？系啊，啊高雄人。哦，人苗栗人啊，人迄新竹那边啊。听咩行你？去同我讲话咩？你又要吃到，又要跳海啊？哦，唔看新人都跳太去，我看点，海出跪下猪诶。
脸拢看着乖乖啊，要怎个向来疼？迄眼张无啥人太神意哦。眼睛经看心，又看研究的哦。怎样办？迄病变的哦。冇去换到病变。哎呀，这尔只会糟脱的咩？下心来同讲啊。冇啦，个新的哦，副卡机来嘅啦。骗你唔是。西每年有来就有去，南每年强嘛嘅喏。哎呀，你阿屌年哦，心都唔了上嘛嘅，曲得呢，要曲死人咯。按到乜嘅名啊？哦，按到李富雄啦，听你牌啦，唔是讲唔动来哦。系咩无想要管啦？唔做得应该超神就好。哎哟，啊，牌口险啦，上次配你军官，通都麻烦啦。哎呦，水彩形容的险隘啦，硬咩无知道，牌仲比骗人较歹啊。搁再讲，硬抢个菜条的天天的。菜条诶，也係唔講嘅哦。啊，拜託你堅持好冇啊？冇嘅事。每天鴉片好冇？我疼哦，疼到都市動搖人啲冇啊！好啦好啦。潘排长，你分发到我们连里已经1个礼拜了，应该稍微适应了吧？报告连长，适应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都可以讲出来，没有关系。不管是部队里的问题啦、家里的问题，或者是感情上的问题，都可以讲。是的，连长。来，坐，不要客气，坐嘛。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就好了啊。不过你要记得，有什么事要先跟我商量一下。是的，连长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资料，你是美术科的。对啊。好，难怪对这个风景比较敏感一点哈。不过我们这边是前线占地，绝不可以画图，要不然小则记过，严重要送军法，知道吧？哦，知道了，连长。另外有一个上兵叫李武雄的，从今天开始调到第3排。林武雄，哦，我上次在海边遇过他，他人蛮好的。你别看他那个样，他可是有黑底的。黑底？是啊，他以前在高雄混黑社会的，曾经因为伤害罪被关过，出来以后仍然是警方的列管人物。可是他人看起来不坏啊。平常是还好，喝起酒来就乱七八糟了。他跟其他几个排长都处得不好。哎，我听说你跟他一样是客家人嘛？哦，这样应该比较好沟通，看看可不可以管住他。总之啊，多注意他一下。是的，连长，我会多注意。很好，有什么问题啊，记得先跟我讲一下。那我先离开。李武雄，做嘛啦？有我去连长老外讲吼，今年开始，唔就讲第3排给你啦。係啦，以後我就本幹就係啦。你條種意思啦，你嚟左邊呢，唔係萬言幹萬言啊！唔好講喺好堂啦。唔老倫去做軍官吼，見到當方表架第條講誒，就依無用誒，挨左邊選乜嘅喏？聽講佢拍地位啦，唔是冇欺負到挨聽話當個喎，去老本門團誒，挨係萬言嚇。有咩攞唔講？係電嘅風哥嘅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
强呢？哎，那车是我第摆看到呢，同强呢？有偏哦。歹势啦，我喺合法图的哦，不所看到了同安就同中医呢。啊，看电特嘞。汉子说哦，请村庄的先生哦，大家有很易点的呢。那看是，做面做电特嘞。今后有件事情让我讲一下的。上礼拜我变了去台中行行的咧，我又经过两子家附近的茶庄，地度有一只蓝色的欧巴桑，我听佢讲，两子老头家娘全部就搬到台北待，跟我就无希望佢体制的啦。阿姐，高一的事情就应该本佢高一的啦。干！哎，拍！我牛啦，我点特嘞。歹势啦，我唔看到我点点的用。我唔一用诶，什么照出嚟吼？係就啲哦，咩有年唱啊？你係咩啊？聽下彈錯，聽下都係笨錯啦。講嘅我唔錯啦，不過又喺我左邊以前嘅事情，全就關我之家。講來談看你咩？吸心肚風，我吸死你咯！哎，20排，講出來。媽，你冇試過練，20強咯。行啦，我都彈。我跟他到海边啊，他一下看着天，一下看着海，技能状况非常的差了。总之啊，盘牌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，还差点闹自杀嘞。昨天啊，他在海边还大吼大叫的。我看啊，他在留在连上，再不出去走走，早晚会出事哦。真是这个样子吗？李武琼，待会你告诉潘排，我要派他到渔村办点事。哎，连呢，我也一起去，顺便帮连长监视他，以免他出事啊。也好了，带他出去散散心，但是不准喝酒。大连长，绝对不会。哦，排较夹地位啦，像安尼行到哪叫上都有抢啊！哈。哦，排较夹地位啦，较夹地位啦。哎呦，安叫做乜嘢喏？基辛的天天又唔是同途事件。你看啊，石头、火嘅，还有天堂，还有海。都有生命力的哦，知道呢。我通唔算讲乜嘅啦，啊冇安尼啦，唔切下多下行切下流的，我以前朋友啦，吼，2點多見面，吼，來嘅。哎，做唔得。佢連裝唔係輕唔兩個強愛判事情。我就記新的天天咩，唔切下去就好呀。好啦。新的機體咧，天天就愛轉啦。哦，亞三你還囉嗦哦。我老唔講啦，下組就做出來，迄我老唔聽講嘅呢。幾樣樣嘅。哦，拜託下，老唔春到一下煮好了，咪意思一下咩？啊，這樣樣啦，唔係講我觀察乜嘅生命力啊，好，你請下去啊，好，5點啊，記得5點啊，落去了。
最近风浪这么大，你们还出来捕鱼啊？你是刚从台湾来的吧？嗯。这样的浪啊，在你们看起来感觉很大，在我们马主人眼里，这只算普通的而已。我们靠讨海为生的人，如果这样的浪就不出海了，那不就没得吃了？嗯。看你们开船捕鱼，就好像我们在家乡里面种田一样熟悉。我爷爷他告诉我，他这一辈子啊出海无数次，他现在每次捕完鱼开船回来，只要光听海浪的声音，他就可以知道离家的远近了。熟能生巧。来日金蛙，来日金蛙，来日金蛙。这么晚了，还有人买鱼吗？没办法，现在日子难过，只能卖一条算一条喽。做人真难啊，只是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不同。原来亲像嘅唔係風景，係人嚟用嘅，人非到生存大病嘅用嘅，比到生發上網嘅用嘅。哦，你有19的吼，唔是你救你的，冇騙人呐。張書記講嘅細談你聽聽，佢冇信物嘅啦。老人講吼，你出年夫吼，只有19，做乜出問題啦？哦。唔講法像富人家咁樣啰里囉嗦，迄拄到連總，我啲先寫咩？冇俾作動出嚟啊！哦，唔好講捱啦。我講，唔留佢下煮嘅，有絲度讓佢醬嘅細妹冇啦。乜嘅醬嘅細妹？哦，係冇用哦。誒，唔講，我老人講吼，一邊風景真景動醬呢。迄講樹方嘅花別嘅花哦，但係聽說我好好留佢花下來啦。哦，上去花就花件咩？怕嘛？唔啲布吹做唔到花圖嘅。捱啲，捱咩啲做唔到士林酒啊？捱咩苦嚟啊？我比啥都做好嘅咩？馬佢就做得啦。做人愛講規矩嘅，但係無像按凊彩哦，安尼哦，做慢還出問題啦。哦，捱咩有準則嘅人啊？泰國冇去捧佢。哦，出事情請到本你媽媽誒，大不了建築紀念聽聽，有乜嘅做唔得嘅喏。好啊，算咧算咧，反正我有毛病，咪做唔到花，哦，這位這位。好。乜嘅事情啊？條條黏黏嘅。冇啊。哦，都看書哦。用嘅啦。本啊。乜嘅東西？我聽快啲咯。哎，發子、發餅，還有飼料哎。係啊。你會有兩種東西？啊，那意思哦，我以為要分解咧。不過，布吹做唔到花圖咧。哦，你強死誒！冇法度軍事設施，冇法度海灣線，唔做誒。不過，佢野路行多誒，人強會拄到鬼呢。實在哦，愛翻唔愛翻，唔愛翻啊！我拿這個了，聽講嘅哦。我真拿這個啊，咁你翻嚟啦。好啦。俺自己啦。哎呦，此間年啊，唔是俺自己啦，啊，我攞依嚟。等下。哎，要娘嘅啦。老愛哦，前一陣搶了太陽嘅個餅盒嘅。按太餅盒嘅。好啊，佢冇問題啊。做乜用？想要做一隻八寶盒。乜嘅啊？八寶盒，我有糖炒毛，
我都谈过八宝饭，不是谈过八宝盒呢。我做嘛用？讲啊唔对啦，好人拢爱吃。哈？不是啦，八宝盒。嘿啦。好。还会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事。爱的诗篇，一须之恋。潘排长，今天又来画画？对啊。你今天画什么？我看你每次画的都不一样，好有趣哦。啊，对了，我刚刚在海边看到一个老妇人一直站在那边呢。老妇人？哦，你说阿豪婶哦，他每天在那边等他儿子啦。他儿子阿海出海去了，不过算时间，应该也差不多该回来了。盼儿早归。好，今天画他，那明天就换你。画我？啊，好啦，我要去卖鱼了，明天再说啦。老老，来拍。啊，你们抢嘛啦？抢嘛去了。哦，我唱歌。系啊。竟然唱歌做嘛个？通讲有幸福的来呢。嘛叫幸福的。啊，这个既然唔知啦，你就抢啦。哦，我爱请几种写字吼。当叫无推货的咩？根本有念不啦，做唔得。我无去抢你咩？听讲你有人爱做公差，咩做唔得啦？哎呦，出公差钦彩条就好，怎么钦爱呢？哎呀，听讲你老爱伊就安尼啦。唱杂架笑嘻嘻，你莫他钦来麻烦哈。唔是咁想哦。唔好劳动去排走吼，啱唔啱闊哈？你肥人嚟嘅，老人讲啦，下礼拜吼进厝，做唔得出去，有通到无？那做好掉，人来废下啦，无菜，还都有迄朋友，都有迄兄弟啦。刘忠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手放开！怎么回事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是部队，这是前线，你搞不清状况，敢打长官，越来越嚣张！你过来干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官大就可以欺负人吗？你还有话讲啊？你以下犯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把你送军法，我让你评大我。报告连长，我想他是一时无法控制脾气，不是故意的。这是前线的，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那还得了？报告连长，我保证他下次不会再犯。你保证？是的，我保证。基本上，他是你排上的兵，我尊重你的立场。不过，打长官这种事，不能随便就算。我已经让他禁闭1个礼拜。这样不够，至少要禁闭1个月。报告，安排吃饭了。
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是。哎，我啥都会好。你用的啦你。你敢念麦？然后谁会呐？若要法度，唔可以应该做的。系啊，唔要定下老唔听说啊，我才来做问题。非要你做没有理由的，唔通来讲嘛。有乜好讲的啊？你今来讲，我系送军犯，唔是讲安刀啦。今年若要安尼做，我是无想要你出去啦。我没有老连做共情的。干嘛情哦？哦，那是扁扁的，伊那是俗俗的，乜个意思啊？假好心，也系讨乜个人情，算你啦。我安尼想哦，咁要无办法讲而已啦，忘了啦。无就来唱啊！唔惊你去查的呢？哎，查体咧，但所以老唔拼命哦。拼命，是可能啦。我拿本连状况，乱管一人。黑发都坏完先，你就抵死呢。学长，拜托不要再一直喝了啦。点点啦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菜鸟来管我？不是，我怕等一下会查哨。哦，查就查嘛，又不是你喝，你怕什么？我们是站同一班哨，我怕会一起倒霉。我一个人担啦，怕什么？我是怕回不了本岛，我妈还在等着我呢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我一定来做来了。学长，我身不好了。学长，你怎么了？学长，马少，安排。哎，你不问口令，找死啊你！学长喝醉了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又哭又叫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你用的啦。这班哨，你先帮我站一下。是，帮忙。还有你，帮我把他扶起来，送到排长室，免得被其他长官看到。快点。哎，民族组，你用要散多久呢？唔伫起比民众就失救了，本民族党就死乖啦。你讲啊，你在连人讲啊，讲啊起比失救了，请我大家去冲杀啊，我们讲啊。俺真惊啊攀哦，俺就唔会送转掉了。俺要定喊铁克，听俺送拜哦，不准不用搞。
你底就好个啦。唔上款的，去到西门人，拢菜讲呢，迄讲你唔去富康人，哪会去哦？朋友啊，你用个暗号19呢？咩讲过，亲老做兵本人管，安尼哦，做兵要做死唔知冇？富康人哦，还去等呢，等退唔知冇？讲法啊，唔许老人讲，有法就要讲出来，给唔知假嘞，啊？做咩开啦？你要害唔嘛嘅咯？无代无志，咱不能家做啊！我还想要阿妹，阿妈过生日，无你无呀，我能用得起吗？你嘛？ 阿妹，你娘的辛苦，就应该痛下这家，做着吞，做着赚的。我早有麻药，我早有看到阿妹，恁爱就会害啦，你爱开心阿妹啦。 你做人的，有故事的，无等拢爱走。希望爱讲啊，等爱讲，你故事的事情，伊才对俺娘啊！我没有讲过，我要听阿妹讲过，我做人爱做有用的人啊！ 阿妹，搞什么鬼啊？传令，去把潘来叫来。报告连长，是。 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激烈。你有看到潘排吗？啊？连长有事找他。怎么了？有人捡到一张画，连长认为是潘排画的。这下子啊，他惨了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找了。 报告，进来。连累，你不是叫我盯着潘排吗？免得他去跳海，我是来向连长报告的。那已经是好几个月的事了。我看你是替潘排求情的吧？啊，也不是这样说啦。你手上的画是我叫潘排画的。什么？哎呀，潘排这个人平常看起来是很正常的，心里闷得很呢。我知道他喜欢画画啊，所以我叫他画画图来解解闷。哎，那不是有一个叫情绪什么？哦，情绪疏导啦。你少在那边胡吹了，你懂什么心理学啊？我是不懂啊，这辅导长讲的嘛。就算是这个样子，画图也是违反保密规定哦。啊，这不会啦，你看这画吗？也画渔村的人而已，而且他休假时候画的，这不违规啦。而且什么？说，连累，你不知道升官了吗？如果这件事报上去的话，不就影响到你的领导统御的绩效吗？这些狱官压力那么大，如果潘排搞个什么自杀、跳海什么的，你不就完了吗？报告。 进来。报告连长，你找我。上级有一个取光日保密规定的宣导资料，你拿到排里宣导一下。
先生，时间过对行，来马祖都已经1年了。部队的生活，本来嘅心情点七动荡的。我每次到这家，像太年样的，铁了位，但年就做得看到汗。对我哋嘅从细贴身上睇嘅声音，算呢可以嘅念嘅。蓝色嘅大海，其实每个变化万千。天早晨，日出，日落加黑，望到喜望沙烟，望到太后田。全就有无共样的城市，无共样的风情。俩本来相当欣赏的花，做得老蓝色，用到按优秀，又按丰富。看开本来对颜色的认识，老运用有青苔的帮助。另外，我每天俩认出，看到生活的苦。老无奈，没看到生命的暖心，老穷途。了团年呢，我无悲伤，我强有怜悯，强有黏黏的创造意望。我想，我寻到我自己一条路的。潘派，恭喜啊，破百了！很快轮到你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哎，潘排长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潘排长，这个上级有命令，因为兵源不足啊，所以要鼓励弟兄自愿留营。那我们连里呢，有分配到2个名额。一个我叫赖排长，他负责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想你应该了解了。可是连长，自愿留营，有人愿意吗？说是自愿留营嘛，其实是有点半强迫性的。那我想呢，你跟赖排长就快退伍了，也不会得罪别人嘛，就稍微逼一下，自然会有人签啊。可是连长，违反个人意志，这不叫自愿啊。好啊，你不想强迫别人可以嘛？那如果没有别人签，那你就自个签了。可是连长，我……好了，把这个志愿书拿去啊，反正3天后你给我名单就是了啊。来。哎，娘啊，派，下面就是抢马个样的呢。哎呦，给阮娘的讲啦，连长就。
报告，进来。报告连长，这个是潘排，你真厉害，怎么说得动这个快要退伍的老鸟自愿留营？谁呀？就他，李武雄啊。他志愿书已经写好了，来，你看看。做嘛该留洋啦，唔係破白嘅。啱喎，簽到年前就簽下簽咩？係啱啦，不過係這個就唔現做嘅事情，現做得很偏人做。唔咯，搶心肝案員。出沙飛哦，一定本你衰死死啦！咁唔會，我從細到大偏樣都人同好啊，係又冇試過問佢虧。哎呀，你喺天公伯下好呢，還想人家來昂你哦？好啦，唔係問人嚟講，做嘛該留下，我請老左邊本唔管，上愛做掉嘅退伍嘅。慢條是關係啦。唉，講正經嘅啦。然後當作兄弟呢，然後嚟講啦。嗱咩啲，然後當作兄弟，嗰時兄弟好麻煩，我當你跳出嚟睇啊。哦，我你再飛到嚟哦。我跟你講啊，唔要呀，我等退伍，我要冇未好等，你怕嘛？看見世上滾滾嘅浪花，追尋兩嘅真情，發出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穹嘅神奇。夢想共遠嘅。